FT 啊？有冇？有嘅俾啲聲嚟聽下先。有冇？好似冇乜聲。好，大家估唔估到我唱咩啊？咩話？仙女座係咪？冇錯，就係仙女座故事送俾大家。大家識唔識唱？唔識唱？識係嘛？咁大聲啲。慢慢地、靜靜地唱得無幻入陌生地，只因飛碟墜機。如幻覺，輕槍揸書台加分到的他，在月光下緊張掀開面紗，全沒料到在這刻被困嗎？仍是我通可否識腦海像有異能，如是歌如赤裸無處躲，還是我身體亦盡已給改造一切，為着你不放棄總惦記，不開心都能消失於星塵，是你令我得到方向感，這心怎可能非一般超頻，可你不似地球人，只得這可能是女性超人，能讓我無後果，不枉過不怕錯的慢慢地淡淡地默默為末日做準備，只因飛碟墜機，毫無道理下世紀或會飛。路運動極差，運盛放自行離架，自與我兩巴，會引發廢疾上化，時常欺騙壓榨，心想將你嚇怕，就算差未到家，情願別分叉，沒半百老花，又送你女無價，聖誕節送花，會見你再流淚嗎？唔服氣，未怕死，就算死，全為你驚喜加點驚怕，尚有異能，如是歌，如赤裸，無處躲，還是你身體亦盡已給改造一切，為着你不放棄總惦記，不開心都能消失於星塵，是你令我得到方向感，這心怎可能非一般超頻，可你不似地球人，只得這可能是女性超人，能讓我無後果，不枉過不怕錯的愛過，如若我無處躲，如赤裸，還是你不放棄總惦記。Thank you，呢就係仙女座故事。